南投德山的指南宫为着要防疫，取消着正月初一发送着钱母的活动。有不少的业者看到这个钱母真抢市，所以私底下落去假造，然后放去伫网络顶来贩卖，一概是卖到300块，去互警察抓到了。 警方进入房间，壁阁有涂骹，拢是还未取回包裹，内底装的拢是假的指南宫牛年钱母。南投警方调查，指南宫今年为着防疫，取消过年初一发钱母的活动。有不少业者认为钱母真抢市，就家己仿造，故以一个上悬300块的价小来卖。以不实商品来欺骗消费者，除了需负担刑法诈欺罪嫌，还有商标法等刑事责任外，也将面对商标权人的民事求偿。金银招财钱母总共38枚。警方比较敲出的伪造钱母，发现图像和字体虽然和真的有差，不过一般人也是分袂出来。建议民众直接透过庙方的活动到现场领，才袂防骗。